是11点，台记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上新的天气消息。中南部因为这几天西南风影响，天气无稳定，嘉义、高雄山区的雨量已经来到上大雨的级数。气象局特别召开记者会来听现场上新的讲法。西南风持续影响台湾，带来丰沛的水汽。从昨天到今日，持续为中南部地区，尤其是嘉义以南的山区降下豪大雨。我们从观测资料上来看。昨天整日的累积雨量，在屏东、嘉义以及高雄的山区都超过350毫米，而今天累计到稍早9点半为止，在高雄南投以及嘉义山区的累积雨量也来到了200至300毫米的这个等级。总计从昨天的0点累积到稍早16日上午9点半，在嘉义山区及高雄山区的最大累积雨量都已经超过500毫米，因此我们要特别呼吁。中南部山区由于连日降雨量非常的大，再加上今天清晨嘉义地区刚发生地震，山区的土石容易松动，要请各位朋友在非必要的状况下，尽量避免前往中南部的山区活动。而最新的降雨情形，我们从雷达回波图上来看，随着西南风的影响与地形的交互作用下，今天持续在苗栗以南的山路地带有持续性的降雨发生。而同时，我们也看到海面上有对流云系逐渐在移入，因此在未来几个小时这段时间，中南部尤其是南部的平地也会有一阵一阵骤雨发生，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瞬间较大的降雨雨势。那这样子的雨势预计在今天的中午之前都会持续，而到今天的中午过后，下午以后预计在平地的降雨趋势上会比较趋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山区的降雨，由于是受到地形的影响，所以山区的降雨在今天下午过后，甚至是晚上，仍然是有持续的现象。而到了明天的清晨，在西南风与海陆风交汇的影响下，中南部平地的降雨又会再度变得比较明显。那目前气象局持续针对苗栗以南地区以及台东的山区发布豪大雨特报，我们要特别提醒。嘉义山区以及高雄山区有大豪雨等级的降雨发生，而同时在南部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也要留意豪雨的发生。除了雨之外，我们也要提醒几件事。今天适逢大潮期间，沿海低洼地区的朋友也要留意淹水的情形。同时，在最近这几天，北部、东半部、南部的沿海以及绿岛兰屿仍然会有长浪的现象发生。由于目前适逢暑假，很多人到海边活动，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最后还是要再次强调，中南部山区由于连日降雨，容易出现坍方落石甚至是土石流的情形，提醒大家未来几天非必要的状况下，请尽量避免前往中南部山区活动。以上是这节记者会的说明。好，咱拄则听到就是气象局上新的说明。拄则咱嘛听到，若是高雄山区落香港雨，下早日咧台南同款嘛是香港上大雨，引起到永康区中正南路，也有小北路12路口有积水的情形。接来时间要交予记者蔡婉如来带咱了解。婉如。好主播汽机车来来往往行经，溅起水花，因为大雨下来，雨水来不及宣泄，导致马路上积水。放眼望去，路面上布满一层水，天雨路滑，驾驶们是纷纷来放慢速度。至于民众走路要行经斑马线，怕裤管会被水弄湿，还微微踮起脚尖。讲会安尼哦，哦，啊头袂哩啦，等下就好啊，等下就更加无人交车啊。这里是台南永康区的中正南路和小北路口，受到天气的影响，南台湾的雨是一阵一阵的。上午一阵大雨是让路口传出积水的情形，附近的居民就说，每次大雨下来都会如此，但只要雨势停歇，水就会慢慢退去。不过由于西南风增强，昨天晚上到今天的清晨，再度为这个中南部地区来带来豪大雨，台南也在警戒范围，民众还是得留意，不能大意。以上是目前掌握最新消息，时间先还给棚内主播。好，多谢婉如。拄则咱嘛听到气象局特别说明，讲高雄的山区落大雨，高雄市市政府就宣布讲，桃园、那玛夏、六股、茂林这所在，今仔日拢是停班停课。即嘛山区详细的情形，继续交予记者柯奕成来带咱了解。奕成。
好，观众观众可以看到呢，这山壁上土石不时的滑落，那么地上呢全都是布满了泥水。那么也因为山区连日下起好大雨的关系呢，也导致呢这台29线喜安山路段呢，这路面全都变成了水路。那么还可以看到呢，这沙土呢就直接漫步在路当中，而民众也拍下了这情况。其实也是因为呢这西南风带来的雨势，也导致呢在高雄的原乡部落呢，包含像是那玛夏、六龟以及桃园等地呢，都下起了大雨。而这雨势呢，从昨天开始就不断的在持续，包含深夜呢也是持续在下雨当中。也因此呢，可以看到，其实从民众拍下画面呢，这夜晚呢雨势仍然呢是非常的大。那么也因此呢，这个雨不断的下，所以呢导致了这个桃园区呢四社部落的连外道路呢也因此有下陷情况。也因此呢，昨天呢这桃园区公所呢就已经来进行紧急的预警性封路，也就是说呢封闭这个四社道路以及呢通往外面这个便道，只开放了这个紧急接驳以及呢行人通过，并不开放车辆通行。那目前呢桃园区公所也将随时监控区内各个状况，而目前得知的消息呢，这区内所有的居民呢目前都是安全无虞的状况。那么上生长情况主播。好，多谢疫情，同款嘛，因为落大雨影响，台中潭子一间庄仔厝家厝啊，因为安尼阵啊倒落来，传讲有一个90岁妇人人掉伫厝内底。现场上新的情形，继续要连线给记者叶嘉文来带来了解。嘉文。好的，主播各位观众，这几天连日来的大雨，可以看到这间砖造的房屋，它经不住大雨的冲刷，是发生了坍塌意外哦。而可以看到一旁的红色轿车呢，也遭殃，遭到土石掩埋哦。而一开始呢，这里还传出里头呢有一名90岁的独居老妇人受困在屋内，搜救人员和警消接获报案呢，也赶到现场进行开挖。带您看一下现场画面。上去，抓上去，一上去。一起上去，上去。好的，可以看到呢，搜救人员和搜救犬呢也是进到屋内仔细的寻找，就是没有发现妇人的踪影。而警方呢好不容易联络上妇人的儿子，他表示呢说妇人没有事情，因为那间房子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人居住了，只是虚惊一场。而这是我们在现场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把时间交给棚内。多谢嘉文，继续来看到这个画面，这是因为西南风影响，东港码头这几天透大风影，昨坐船往回东港小琉球的旅客讲，船切甲有够大力，袂输敢若伫咧耍游乐设备海盗船同款，现甲安尼头晕目暗，唔知人目睭起烟雾。海面上大影一阵来回东港小琉球的交通船，驶伫咧大影当中，船是摇甲真厉害。有没有晕船？晕。坐船的时候会不会觉得风浪很大？有，像海盗船一样。虽然风台已经离开台湾，但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东港码头出现超过2米悬的大影，互坐交通船的人客讲，敢若是咧坐海贼船，海甲头是戆车车。不过嘛有人讲，前几天的海影搁较大，这一摆其实无算啥物。我们是前天来的，前天来的时候就很大了。就是今天不太会啦。哦，前几天就很大。现在因为西岸巨流比较大，所以伊个悬度拢啊2米外，啊，这港船哦较浅啊，所以影较大，较无好船入。虽然交通船驶伫咧大风大影当中，看起来是真危险，但是其实状况还未到停驶标准。船公司为着要互人客会当来回东港小琉球，嘛特别将交通船驶的速度来放慢，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赶紧带大家关心上新的消息。高雄有民众伫路边捡到100万的现金，送去警察局报案。警察一个调监视器发觉讲是一个民众哪走哪落，感觉讲代志无这么单纯，认为讲落钱的人有可能是诈骗集团的人。到底详细情形啥款？连续给记者孙慧官来带来了解。慧官。社区波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几名男子将一名年轻的男子压制在地上，而其中这名戴着安全帽的男子呢，还指着这名年轻男子大声质问，气氛是相当的火爆。我们先来看看现场情况。他上来，什么？诈骗包钱跟谁拿的？跟那个老先生。你是不是诈骗集团的？我不是。你不是？钱是不是你的？钱干嘛？是啊，我接电话。什么名字？现
其实这几名男子他们的身份都是警察，而被压制在地的年轻人呢，疑似就是诈骗集团的车手，还未成年。之所以会被警方盯上，是因为8月12号当天，有民众在路上捡到了100万的现金，送到警察局去。警方立刻调阅监视器画面，要找失主，结果发现这钱是一名年轻男子在奔跑时掉落的。警方当下直觉觉得有问题，扩大调阅周边的监视器，发现这笔钱是一名80多岁的老翁交给疑似诈骗集团的成员。而之后呢，警方在老翁家附近布线。14号有2名未成年车手呢，就到附近准备领钱时，警方一上去立刻将人压制逮捕。而警方调查这个诈骗集团呢，用假冒检察官的手法诈骗了老翁5次，一共得手了500万元。而目前警方是持续要追查其他的共犯以及幕后的首脑，剩余的赃款流向也在调查中。以上就是现场最新情况，先将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好，多社会馆继续要来看到艺术家的创意，让人真主动做鸟鼠仔赛。台湾少年的水墨画图家陈瑞宏利用多媒体做一款的作品，叫做墨池，让人竞得台湾美术新物奖。作品让人放伫咧台中港区艺术中心展览，因为作品是放伫咧室内空间，主办单位认为讲，这内底水池水拢无流叮当，可能会生蠓，热天嘛有天高热的问题，建议陈瑞宏把水抽掉换做沙。落尾陈瑞宏认为讲，安尼是迫害伊的作品，足无甲人尊重，主办单位才赶紧出来回释的。榻榻米顶悬的茶刀啊，还有池仔内的墨水，大型的篷布，顶悬还有水墨画，伫咧水内底加入这个打冰，营造出细型的喷泉，用白色的宣纸甲刻做这个竹篮，还有水中的实物，镜头扭甲远一个看。所有的每盒材料拢甲合作一体，成做一幅 3D 的立体水墨画。作品的名称国家号做墨池，这是新锐水墨画家陈瑞宏的创作，伫台中港区艺术中心来展出。不过，这马就是因为这池水，所来引起这个争议。整个疫情比较紧张的现在，就是有很大的一个积水的一个容器，然后又有蚊虫驻足的状态。希望我能够是不是把水给抽掉？因为这个作品伫室内空间来展出。工艺中心警告讲，这个水不是活水，较会去生蠓虫，会引起天狗节的病情。其实，陈瑞宏伫这个展出的时间，逐礼拜拢来到现场来维护，甚至伊阁烫赤脚伫这个水墨池内底，伊手提这个坚粉，就是要让这池水甲变做坚性的，安尼就袂生蠓虫啊。这个月初到陈瑞宏才拄啊换新水尔，10时迄天，阁随接到工艺中心敲电话来甲投，是不是可以用沙子来取代？这个水这样子已经完全违背原本这个作品。讲要甲水甲换做沙啊，互陈瑞宏听甲拢硬气，认为讲这根本就是乌白母蓝衫来咧破坏。创作者本意就是要互水甲这个纸张的纤维来交互作用，安尼才是作品的核心。如果要做一些改变的话，那我觉得提早撤除是我可以接受的。港艺中心从没有要求到作者要把水换成沙这个元素，一切都只是沟通，有失礼了，有冒犯的地方，这边一致道歉。工艺中心互人碰了后，才驳回讲，这是人员伫沟通顶悬产生误会，嘛已经甲对方来回释咧，强调讲会尊重艺术家，嘛会尊重作品，保证袂甲水换做沙啊，会和陈瑞宏来沟通，嘛袂互作品提早来撤展，会依持原来的本样到这个展期结束，希望通化解这场的误会。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需要进一步来尊重，要来看到花莲的吉安乡田里有鸟蠓仔，有一寡鸟仔拢死伫遐，抑佫有一寡鸟仔是叼伫咧遮滚量。互民众翕来了后抛上网络，讲实在有够残。做田人讲，因用传统稻草人的方式已经无效，实在无步啊，才会安尼做。啊，若农业处讲盗鸟蠓仔都要先申请，若是掠到保育类的鸟仔，佫会罚。花莲吉安乡青林林的田林，四界拢是农作物。镜头一个甲踅来遮，下乃长遮济天罗地网咧，顶悬阁有即个鸟仔徛伫遐一直咧亮，甚至阁有鸟仔尸体，即个现场看到实在是真惊吓。即个影片互铺上网，阁随引起真济网友的议论，感觉讲安尼实在太残忍咧。嘛有人讲农民是真无奈。这鸟我就食的，都无啊，安尼。我们的心血。拢白费啊啦！原来是农民惊讲这鸟会去算断农作物，无法度有好的收成通卖出去，佮加上传统的赶鸟的方式，亲像用这个草人，也是讲钓这会死一个死一个光碟片。拄开始是有效，不过时间一个久，鸟仔嘛真巧，因根本都袂惊。
农民讲实在是想无步啊，才会用这个胶网来掠鸟。按照现行的规定它是必须要去乡镇公所来申请架设梁网因为这个架设梁网，因为有牵涉到，如果你有捕捉到那个保育类动物的话，会触犯到这个刑法的相关规定啊。若要挂这个胶网就需要申请，还佫有附证明的文件，经过主管的机关同意了后，才会使来设。不过，若是无细致去望到保育的鸟仔类，就要先去农业处来甲报备，若无是会用罚咯。目前已经有派人去巡视，来了解设鸟网的状况，建议农民讲会当改用改良式的组架网来代替鸟网安尼才袂造成鸟仔的伤害。记者综合报道。旧历7月，拄着即款的情形，互人感觉淡薄仔凄惨。这查甫人伫车内无意中看到一双囡仔鞋，伊讲伊过去毋捌载过囡仔，即马拄啊好是旧历7月，互伊心惊胆惊，破文问网友，结果网友甲伊解破，原来这就是因某鞋，敢若因为长时间囥伫车内，日头一个笑，就那球水变形，本来鞋啊38号，即马球水变做囡仔鞋。这双乌色的拖鞋囥伫咧大人的脚边一比。寸笑明显减1号，就敢若是囡仔鞋。这一个查甫人伫伊的车内面发现这双鞋互伊的心内是感觉怪怪。家己从来毋捌载过囡仔，这个旧历7月，哪会加一双囡仔鞋伫伊的车内底？这个查甫人愈想愈惊，就来铺文问网友，想袂到有网友来讲出重点，才来了解真相。一个讲家己伫鞋仔店食头路的网友讲，有真侪材质的鞋仔拄着高温，也是晒日头会来球水变形，敢有影？实际来问其他的卖鞋仔的专家。当你穿的是无感觉你也拢可能咱迄个所在咧拍，可能车底个温热个严重。原来这双鞋是这个查甫人的太太进前袂记咧放伫车内，比对一个原本的寸尺是38号，即卖已经揪到剩一个手这么大。专家解说，参像这款材质的鞋虽然又搁轻，搁唔惊水，嘛耐穿，但是若是长时间伫咧日头下骹，车内的温度可能会悬到60度，真容易变形。专家提醒，市面上有真侪包括纱布鞋、布鞋鞋、拖鞋，大部分拢是用这种材质。阳台自然风干，自然晒干就好，不要晒太阳，晒太阳一定会，包括皮也会硬起来，底会萎缩。即马当是旧历的7月半，好佳在这个查甫人有来请教了解，才互这站拖鞋球水的代志得到真相。记者综合报道。赶紧带大家关心上新的画面。南投昨昏半暝，雄落香港雨，民众一个惊精神，看到雨下这么大，讲险险无法度出门。另外，郊外千秋里附近的田水位已经淹过田，变做一条水路。气象局发布上大雨特报，昨累积的雨量，部中地区上较济，拢总211毫米，提醒民众都要特别注意安全。同款嘛是落大雨，要来关心阿里山铁路将脑寮这段路，因为透暝落大雨，今日阁有地动影响，引起到走客返客的情形。另外，铁轨路嘛有小寡沙位，公路局即马正在处理。详细情形，继续连线记者陈道仪来带咱了解。道仪。好的，主播各位观众，画面中可以看到黄泥水不断从山坡上面冲刷下来，往山上看落石的情形相当严重。可以看到有许多大型石头是卡在这段山坡的中间，很多树枝也都被冲断了，现场几乎是形成一个瀑布。这里是阿里山樟脑寮的铁路支线，受到昨晚豪大雨以及清晨地震的影响，铁路沿线山坡松动，除了有土石流的情形以外，铁轨也因为地震，整条轨道横向移动。我们来看一段稍早的画面。目前公路总局正在全面抢修当中，预计需要4个工作天才能维修完毕。上午嘉义往奋起湖有2班列车停驶，民众如果要行经竹崎乡樟脑寮路段，最好改搭公车或绕道而行。以上是目前掌握到的最新资讯。同款嘛是上新的消息，继续来关心台北市市长郭文德今仔日证实讲，伊和郭台铭讲合作的代志的时，郭台铭叫伊做伊的副手兼做行政院院长，也阁讲郭台铭甲他做一任的总统就好。若郭文德是回应讲，伊想要甲任内先做好圆满，咱做伙来听郭文德下早上新的讲法。没有啊，其实我倒觉得其实这也是我想很久，你知道，其实把台北市做好，你知道吗？
让这种新的政治文化能够很根深蒂固，然后搞不好对整个台湾长期的历史发展影响更大。那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说你不适合当行政院长？因为当行政院长也可以把台湾的文化给改变。不是啊，现阶段，其实我现阶段还是把台北市做好比较重要。我发现我每天早上7点半在讨论在处理的东西一样处理。我觉得这样做下去，真的把这个时间做满，对整个台湾的影响会更大。像你在广播上面提到，就是郭台铭有开了一些，比如说要你当副手或副手兼阁揆，甚至说他只要当一任，你是为什么会拒绝？认为就是说，其实政治人物讲话都不可信吗？不是啊，我常常说政治最理想还是理念的结合，或者说大家有共同的想法。所以我们不喜欢说政治变成混账政治，这不是我们期待的台湾新政治嘛。而且我对整个台湾的历史研究过，你知道吗？你说这种，我觉得常常这种常常现在讲一讲，3年后4年后情势又变化，所以我常常说。这个人家说轻诺则寡信，所以对我来讲，我很不喜欢是那种跟人家去讲什么条约的什么，所以一旦做了就一定要能够做得到才去跟人家讲，这个英文叫 keep promise 嘛。所以常常就是这样的。我以前听说那个李登辉答应过林洋港，后来也是没办法，有时候这个叫什么一时的局势，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政治最好还是理念的结合，不是这种混账政治的，因为大家对台湾的现阶段，或者说在短期的未来有一些危机感，要怎么处理，这才是大家要去思考的。所以基于这个理念来合作是比较好的。但上面有可能为了理念牺牲吗？因为感觉郭柯配的胜出是比较大的，因为郭柯和甚至不一定能够打赢韩那世界上也没有什么是一定的，事实上。从目前的数据看起来，沙卡度就是说大概3分天下，还没有说哪一边是绝对的赢啊。这个，所以每次说民主政治还是一个说服的过程嘛，所以，正是这样的，我们希望说它是一个在一个3分天下局面下是一个良性的竞争，而不是大家都开始网上开始那种负面选战。我还是觉得负面选战对台湾长期发展还是不好的，所以在目前这种3分天下局面下，你知道吗？那大家去提出一个比较好的策略，提出一个比较好的文化，那让台湾从往好的方向去前进，这样是比较好的。市长，你拒绝这个条件之后，郭董的反应是什么？不会啊，一开始没有这个，至少他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政治人物。没有啦，我称赞。还是他觉得你跟他所认识那一些国民党人不一样？我本来就跟大家不一样啊，这个不，还有外讲那我还是过我的生活的，就是每天就这样做对的事情做，不对的事情不要做，认真做这样就好了。我很不喜欢过去那种好像在混账啊。其实老实讲我后来想一想的，人你去污那么多钱干什么？一定也花不了，所以过简单的生活就好。谁去污？你说谁去污那么多钱？不是啊，我说很多人要去赚一大堆钱没有什么用赚那么多钱干什么？所以真的，我发现好吃的东西、不好吃的东西，吃70块跟吃2万块的还不是一样。像礼拜天的见面目前对方郭正宇说顺其自然，但让你们的桃园，大家戏称的桃园3结义有可能破局。人家都说顺其自然，就大家一起顺其自然就好了。所以就是一起会见面吗？一起见面。应该这样讲的，一起顺其自然。所以到时候是确定会见面。我也不晓得我现在怎么跟你讲说好像一定会，我的态度也是一样，对的，心存善念，尽力而为嘛，最后就顺其自然。但如果大家想的话，因为三方顺其自然听起来不是很有积极的意味。因为是这种，我刚才是讲世间的东西自然就好，自然就好。我发现顺其自然这个名词还用得不错。像你的政党支持度目前是已经比时代力量还要高，是已经到了第3名。你看时代力量这一阵子哇，这样退党，我觉得哇那边呢，我这样的这个成住坏空，你知道，本来就生老病死，意思说每一个企业都会，不过这样的，它只是最近比较乱了，但是
一样嘛，有时候也是就突然就复兴起来，什么都有可能嘛。所以每一个团体总是会遇到困难，然后都不老实讲，他们一下子什么连当主席都跑掉，看现在当主席要换谁，我都不晓得。这样，那你现在觉得王金平是狐狸吗？不是啊，是在吧？他们在开玩笑说，你们一只狮子，一只老虎，那王金平什么？我想老半天，我对王金平的印象是这样，他是台湾现代史的活字典，你知道？他差不多近代40年，而且个子小小的，你知道哦。然后没有。但是他个子小小的，而且我觉得奇怪，这个人怎么会对整个台湾的现代史、现代史几乎我每次遇到他都说，你赶快写那个口述历史回忆录，这个他几乎就是整个台湾的历史的，他几乎每一个细节他都知道，这实在是厉害，活字典呢。那我想说他老谋深算吗？他老谋深算吗？行程被强拆。这也是我们要检讨的，你知道哦。我觉得这个，反正这种内部会在做检讨的，就是说，如果有大湾北段有内湖5期，那怎么有立贤路？这种台北市这种大规模违法的建筑物，这真的是我们这一点我自己甚至要检讨。我跟他讲说大湾北段还可以赖给马好前朝，你知道？这立贤路整条路都是违章建筑，我说这个我们实在是太丢脸了。我说。这个我们内部还在检讨，就是说，我每次说法律是给人民遵守用，不是给人民参考用的所以法一旦定了就要遵守如果执行上有困难就要修改，而不是定在那里，让大家也不遵守，所以最后搞到最后变成什么呢？有关系的没关系，没关系的才有关系的。我想这个案子我们内部会做深刻的检讨，这是我认为这是我当第一任台北市长的一个很大的。英文叫 stigma 叫污点就是说，你不每次在强调法治吗？在你的治理之下，什么整片这种大规模的这种违建，你表写说你，所以我觉得不管从都发局到建管处，这个是我们一定内部会做个处理。这样，蔡董事长到底要你说什么？韩国瑜，你最后再问。韩国瑜说他一天批了韩国瑜一天批了10件公文，你一天批多少公文？或者批公有很多种，印章盖下去只要0.2秒，10个盖完2秒就结束了。所以重点不是去盖几个公文，而是什么样的公文嘛，还有到底有没有看嘛。我倒觉得这个不要下去，我觉得这不重要的，还是让 outcome 决定一切嘛，就是结果决定论就是我们还是给人家一个时间去证明他的 outcome 嘛，结果。所以蔡董事长跟亲民党说你要阻挡都没有跟他们讲，他们现在9月不排除推出自己的总统参选人。这个参政是人民的权利第一点，我跟你讲，我们这次什么阻挡，那时候以后真的要写一本这个创党乌龙记的反正这样来走到这里就走到这里。不过我们第一点我们要阻挡，也不要去跟其他的政党报备嘛，这也没有道理每一个政党如果他有资格去选出他要推出他们自己的总统候选人，那在合法的情形下，那这也是他的权利嘛，所以这个我都没有什么评论。回答不出来要收回吗？碧如姐现在确定是不分区的第一个吗？你回答不出来要收回的话吗？你们作为红媒又不是我给你贴标签的你喜欢，然后你喜欢的我就每天贴你。我跟你讲，你被贴上红媒，这是我给你贴的吗？拜托，是全国认证的嘛，对不对？那我要问，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打迷糊仗是说自己不清楚就可以打迷糊仗了吗？指控不是要有依据吗？市长你的良心呢？好，咱拄则听到瓜问题，有特别讲到公文的问题，继续特别来关心。因为高雄市市长韩国瑜，互人逼讲伊拢无伫咧批公文，伊阵出来批会，伊讲伊逐工上少拢批10件公文，无想到讲公文的数量引起话题，因为今仔日行政院院长苏贞昌伊佫家惊体，伊讲伊批的公文若是贴起来比一个人佫较悬。继续上新的内容，交记者周景如来带咱了解。景如。好，主播各位观众，高雄市长韩国瑜被爆料说没有在批公文，没想到韩国瑜就回呛说每天都批10件公文以上，但是这个数量也再度成为交锋战火，因为今天行政院长苏贞昌火力回击，他说他每天批的公文堆起来都比一个人还要高，我们来听一下稍早回应。我批的公文常常要分好几次报进来，堆起来都比一个人高，那我的工作不是只有批公文，我常常一天从清晨5点多就开始，
经常7点多出门，弄到很晚才回家。那作为人民托付责任的公务员，我觉得我有这个机会很幸运，所以我很珍惜。同时我也觉得人民是希望您能为福国利民做事。公文确实是分层在批，但是到所长这里还是会有很多需要所长觉醒的。那另外一方面是所长对于很多事情要立刻反应，所长紧盯，下面的主管也就不敢怠夫，主管没有怠夫，整个团队就会上紧发条。所以所长如果是怠夫职责，或者根本就不常在位置上，那有样学样，底下就会走样。他们干脆来办一个打麻将大赛，院长，你觉得这样妥当吗？那副院长高雄人会不会去参加一下？对这个我们没有评论，谢谢。因为我们看是香港。至于针对高雄市传出很可能接下来还要办所谓的卫生麻将大赛，苏院长没有多做回应。今天还是行政院的亲子日，其实他很急着要跟小朋友还有一些同仁们互动，相当的热闹而且温馨。就连女儿立委苏巧慧也带着全家大小一起来参加这次非常难得的活动。不过苏院长在回答高雄市长韩国瑜的相关时事议题时，仍旧是炮火不减，展现魄力。以上面情形主播。多谢景如，另外这方面特别来关心台北市市长郭文德，今仔日正式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要找伊来做副手。郭台铭的幕僚老友党接受访问时嘛讲，即马其实拢还未准备要参选，安怎配，还有啥物人配啥物人，这拢是外口伫咧摇尔尔。伊是正式讲，国民党的副主席郝龙斌有去见郭台铭，讲到吴敦义想要和郭台铭见面，咱做伙来听老友党详细的讲法。我觉得柯市长可能是针对了一些不同的情况做了一些不同的分析哦，但我想其实如果我从媒体上听起来的话，我觉得柯市长可能只是比较忧心说他讲的那个基础，就是说如果今天只有草包可以选的话，所以他可能现在对于忧虑国家的情势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些建议。但这个建议，我觉得，董事长那天有不小心遇到媒体嘛，他也有讲，这些东西都不应该是柯市长自己说了算，他应该是交给人民来决定的事。因为今天柯市长他有在节目爆料是说，郭董真的有找他来当副手，也可以让他当副手兼阁揆，但是当场拒绝了。我觉得这应该，实际上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对话哦，但是我觉得其实柯市长还是必须要想一想，或者说我们全部的人都需要想一想，就是说在每天的新闻争论里面，如果都是一些谁要当正谁要当副，然后怎么样的去分配这个权力位置的话，我想也很容易遭到选民的唾弃啦。我相信其实大家的焦虑都是来自于中华民国的未来，以及台湾在中美贸易情势以及现在的国际环境情势之下，需要找到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跟定位。那我觉得对于郭董事长而言，他其实个人并没有求取任何的位置，或者是说什么样的名利权位。所以呢，针对2020呢，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参选的一个准备。所以我觉得现在谈这些什么样子的这个位置啊，或者一个什么样子的配法啦，我觉得我一向以来都说都是臆测太多。那最近甚至有人说，可能像国政里面可能会跟王院长就是一起，然后上演换柱，就是过去的换柱，然后变成是换韩的戏码，那怎么样？你怎么看？我想这个事情啊，绝对不会是郭董事长能够安排的事情，或者郭董事长能够策动的事情。我觉得这些都高估了郭董事长对于这整件事情都是主动的能力啦。那我相信其实最重要的2020的大选是攸关台湾的前途，也攸关2300万同胞的福祉。那我相信民意最后会产生最好的结果。
所以相较于柯市长的比较的话，那郭正营这边是不是相对比较是被动参选？我们现在截至目前为止并没有参选的准备嘛，所以也没有什么主动被动的问题。之前有说三方幕僚要正式坐下来好好谈一谈，目前的进度呢？我们昨天幕僚已经都有见过面了，所以事实上我们大概谈论了大约30分钟的时间，主要是针对18号的行程。那18号其实并不是一个约好的行程，而是它是一个法会。那三方幕僚呢是在整理大家目前手边所拿到的这些邀约的内容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共通的行程，刚好就是18号这个行程。那目前来讲呢，由于这个时间上不见得能够3个人都在同样的时间，所以最后幕僚的结论是顺其自然，就是各自如果有要去，那去的时间可能也不一定，所以是不是会碰得到，可能也不会是现在就能够确定的。但是现在我们可能去的几率并不是真的很高。之前因为大部分现在看起来都是郭跟柯王的互动比较多，那目前到底跟国民党党内，比如说吴敦义吴主席或者其他大佬有进一步的互动吗？就是大家还是寻求整合的可能性吗？郝龙斌副主席有代表吴敦义主席来见过郭董事长了，那有传达了吴敦义主席想要见面的想法。那这个部分呢，郭董事长没有排斥，所以有可能会继续安排。大概什么时间安排跟吴主席见面？因为这个郝龙斌主席才把这个事情传达到，那可能他会回去跟吴主席商量。那郝主席什么时候传达这个讯息？昨天。那柯市长他也说，认为郭董还是最好的总统人选，甚至说出小弟拜托你选。我不懂，你可不可以再问一次？柯市长认为郭董还是最好的人选，甚至柯市长说小弟算是小弟拜托你选。想问一下执行长这边的回应。我刚刚有说过，就说柯市长他一直说，他忧心的是说，现在可能选情只剩下草包跟菜包可以选的话，他认为台湾有很大一部分的中间选民可能目前陷入很焦虑的状态。那在基于这样的理由之下，我相信他会做出很多很多的判断跟选择，那他也会给出很多的建议。那目前我想这些事情我们都有听到，但是就像是郭董事长曾经讲的，2020它不是一个任何人或者任何一个候选人他们自己的意志，而是应该交由2300万同胞的决定。因为杨秋兴他是说他个人是支持换掉韩国瑜，那因为他之前是说民调方式呢，其实对郭董不甚公平，那他自己也有证据可以证明说当初是民进党有灌票。我觉得初选都已经结束了，那我们对于初选的过程，相信过去已经表达过很多。那至于初选公不公平，我想公道自在人心，大家也都有在看，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不再多做评论了。那请问郭董这边是不是他自己有花钱做了2万份民调来试一下水温？2万份，目前我是没有看到这样的民调啦。执行长刚好有说今天是最后一天的大家不是，我是说因为我下礼拜要去休假，所以近期内，所以可能跟大家打个招呼而已，不要多想。所以礼拜天就是也还都没有确定说目前大家会不会参加这样。我们现在参加的去的几率不是很高，因为我们其实当天是有客人的，所以然后后来发现那个活动其实在桃园，那时间点上面如果要来回的话，可能我们时间上有点来不及，那目前可能会倾向不去的几率比较高。那执行长刚刚说没有这份民调是没有2万这个数字，还是说郭董这边没有做民调？我没有看过这份民调。定期三方幕僚会在谈，就是讨论说下一次3人会怎么样的会面形式？你说哪3人？幕僚？郭柯王，因为我下礼拜休假，所以我现在就不知道谁会上台。换那位副执行长？那有可能等他那个就任以后，或许他们会有进一步的洽谈。休困一个广告了，详细的消息继续要带大家关心高雄6区的2条省道畅快线，拢因为落大雨，规拢全拖刷。休困一个继续有详细连线。台湾为了面对这些灾害的
防救跟减灾对气候的影响，我们掌握都是最好。卫星可以不停地运作，不停地观测，所以这个要比我们传统观测强太多了。We urgently need more data where these potentially devastating storms form. 会撞到。这个卫星电装上去之后，如果我们一直都没有发射，那会对这个电子项目有没有损伤哦？一个错误的设定可能会。大家问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仔日要来给大家小解这里就是草。草本来是咧讲草本的事物，像咱讲草啊。另外，放伫咧名词后壁，代表咧讲一个状况或者是代志的程度。像咱讲起草、旱草、花草，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旱草，这就是身材体格意思，特别是咧讲查甫人的体格。啊，若是第二个词起草，这个意思是讲市场买卖状况。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头家看到这个市场市草真好，就在菜市果子来遮做生意，因为旱草真好，一届会当压真济货，拢卖出去，生意做甲袂得去。今日小解这一字草，提供予大家参考。继续上新的消息，要带大家关心下晡高雄山区同款是上大雨，其中6区的2条省道畅管线，又是台27线甲台28线，因为落大雨的关系，规拢全拖沙。人讲啊，规个路拢感觉真危险，也有可能会走溪翻溪。现场上新的情形，赶紧连线给记者桂亚夫来带来了解。阿夫。好，主播跟观众在今天高雄山区还是雨下不停，尤其在六龟区这个地方呢，2条主要的台湾省道呢都已经阻断交通了。在台28线的部分呢，沿路上都是黄泥滚滚，有些庙宇甚至被水包围。你可以看到呢，其实整座庙宇呢，它的四周都是水，都是黄澄澄来自山上流下来的水。虽然是山区，但是还是造成了积水的情况。那再到台27线呢，情况更为严重，因为在老农溪旁这些山壁呢都已经爆出了很大量的土石，因此土石流爆出来之后呢，整个土石落到路基里面，都可以看得到很多路基都根本坏掉了，甚至阻断了整个交通。所以目前得知呢，台27线以及台28线都已经阻断交通的情况。不过民众真的要特别小心，这场雨呢似乎还没有停止的迹象，都会有间歇性的大雨发生。因此民众要经过山区的时候，尽量还是少往山区走，所以民众一定要特别小心。好，上是目前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现场交给彭内主播。好，多谢阿夫，继续要来关心5号四海大代志。蜘蛛人靠真油的蜘蛛丝，伫咧都市安尼海来海去，看起来真自在。其实蜘蛛丝真是真耐用，比钢铁更较用。每一款的蜘蛛丝也有无同的特性。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就收集各种的蜘蛛因的隐士标本，希望会当利用基因来研究蜘蛛丝的秘密，做各种的产品。电影内底蜘蛛人靠各种样式的这个蜘蛛丝武器，伫个城市内底安尼走来弄去，打击原罪。伫个现实的生活内底无一定做会到，不过这个蜘蛛丝伊的弹性真好，伊坚固程度比这个钢铁更较用，会使讲是妙用无穷的超级材料。9.5 miles of silk.Right there。电视节目留言终结者来甲做真实的测验，摕铁线甲共10前度的蜘蛛丝来甲比一下，结果发现讲蜘蛛丝的耐冻程度足足比铁线加赢要2倍咧。They make so many kinds of silk, like that's just what boggles my mind。生物学家真细致来甲解剖这个蜘蛛。提出蜘蛛丝笼准备来建立档案。美国自然博物馆的这个生物学家研究各种蜘蛛丝的这个基因组成，建立蜘蛛丝的资料库。20年来，因收集50种无同的蜘蛛丝笼。不过，怎么伫个世间尚无还阁有48000种的蜘蛛？真侪蜘蛛还阁会当织出无同的蜘蛛丝。研究人员还阁有一段真长的路要行。By discovering all the silks, you're also discovering all of these different properties that you can use for whatever you might need them for. 千万种的蜘蛛丝，每一种的特性拢无同，有的较光骨，啊有的是较黏。
目前伫个市面这款人造猪肚丝，还阁无法度做出这油的差别。是讲，若是要甲这个无共的猪肚丝甲结合来运用，来做这个猪肚丝的防清纸衫，也是讲猪肚丝的太空衣，这个无限的可能。大概练猪肚人，伊家己嘛感觉真佩服。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看到伫台中真正会当看到这款录钱的买水机，也毋过即马市政府讲，其实内底写的5花10色，啥物款的水拢有，内底底拢是水稻水。台湾为了面对这些灾害的防救跟减灾，对气候的影响，我们掌握都是最好。卫星可以不停地运作，不停地观测，所以这个要比我们传统观测强太多了。 We urgently need more data where these potentially devastating storms form. 会撞到，会撞到。这个卫星电装上去之后，如果我们一直都没有发射，那会对这个电子项有没有损伤哦？一个错误的设定可能会本来是没有事情的，会让卫星可能会进入紧急状况。欢迎继续回来到新闻的现场，健康吃饱二要带大家关心水的问题。来看到台中人口280万，敢若加水站到285站，伫大街小巷拢会当看到这款录钱买水的这个加水站。为了要请民众来买，业者会当讲是步数进展，讲各种的水拢有，有这款卖饭石的水、竹炭水，也阁有远外线的这个自来水，会当讲是应有尽有，百款。市政府讲，其实这个水超过90%，其实拢是水稻水。民众赶桶仔到路边的加水站买水，这种录钱的加水站四界拢会当看到。业者为着双人客买水出头嘛真济，像讲卖饭石水、竹炭水、电解水、金性水，阁有阮红外线自灵水，毋过敢无法度确认这水的品质安全。因为咱唔是跟咱安尼食嘛，是有煮过啊。所以说那个过滤其实也没有再过滤。就是啊，我就是这么想啊。因为他多久来换一次，你也不知道啊。敢若台中市市政府列管的加水站就285个，其中有90%的水源拢是水稻水。虽讲市政府有定期抽查检测水质的安全，毋过却无对水的名做稽查，设加水站的地点嘛无一个清楚的规定。每年大概我们这个采验的数量大概150件左右，基本上目前都是合乎标准。拿这个自来水啊，或是抽地下水来作为他们的原水，然后呢加上一些处理设备，直矿水、奈米水、远红外线洪水，但是这些你要制造这些什么小分子水，这个是属于高科技。而且目前这个成功的案例很少啊。某大学的教授讲，市面的加水站广告讲甲花蕊蕊，毋过其实大部分广告顶的讲的什么能量，拢是无法度验出来的。民众买水进前一定要注意看水源的检验是毋是有合格，设备敢有定期做保养，才袂开钱买到无清气的水。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为了面对这些灾害的防救跟减灾，对气候的影响，我们掌握都是最好。卫星可以不停地运作，不停地观测，所以这个要比我们传统观测强太多了。 We urgently need more data where these potentially devastating storms form. 会撞到，会撞到。这个卫星电装上去之后，如果我们一直都没有发射，那会对这个电子项有没有损伤哦？一个错误的设定可能会本来是没有事情的，会让卫星可能会进入紧急状况。
3, 2, 1, 0. Okay, position. 我觉得我好像拿到一块拼图，只是我现在还不知道要怎么去拼。你真的敢揭露这份档案吗 ？Cheers！ 我跟你说，你少得我，这些干掉你都不知道。你跟这件事情无关吧？我们之间还要这样怀疑对方吗？你有没有想过，或许这块拼图根本就不应该被拼上？ 一方块很准，台下答题一条龙，如火如荼。这个“荼”是什么意思？荼是荼蘼嘛，是花。标准答案。哇！自己上场去惨被秒杀。阳光晒过的棉被，这个味道尘螨。非常有自信，连求救都不用。这一题正确的答案，紫外线照射。前面上次参加一个益智节目，他说他都答对，那是在台下都答对，上台在台下答对。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Q。 台视欢庆《航海王》开播20周年，带你前进无感体验动画纪念特展。6月14日起，连续8周，锁定播出画面、人物图卡，并上网填答，就有机会获得《航海王》特展邀请卡入场券。详情请见台视动画专区粉丝团。每周1至周5下午5点半，周日下午6点到7点，全程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动画《航海王》。 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僧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西兰山活有龙须内的。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 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 8月30日起，每周5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Surprise！ 放一个吗？哎 ，stop！ 所有新马的小鲜肉都是听我的歌长大的呀。路人哥，有人在追我。谁追你啊？喂，好像是警察。要我怎么帮你？你为什么要保护他？ 你刚刚见到你做的是我的，是不是？8月30日起，每周5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大家来唱《油梨花》。油梨花。油梨花歌剧，忠孝节义，敬请期待。 那天晚上怎么了？已经出事了，对不对？那不是我做的，怎么可能找不到他的人呢？小心说话。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台湾为了面对这些灾害的防救跟减灾，对气候的影响，我们掌握都是最好。
卫星可以不停地运作、不停地观测，所以这个要比我们传统观测强太多了。We urgently need more data where these potentially devastating storms form. 会撞到，会撞到。这个卫星电装上去之后，如果我们一直都没有发射，那会对这个电子项有没有损伤哦？一个错误的设定可能会本来是没有事情，会让卫星可能会进入紧急状况。3, 2, 1, 0. Ignition. 我觉得我好像拿到一块拼图，只是我现在还不知道要怎么去拼。你真的敢揭露这份档案吗 ？Cheers！ 我跟你说，你少惹我，被谁干掉你都不知道。你跟这件事情无关吧？我们之间还要这样怀疑对方吗？你有没有想过，或许这块拼图根本就不应该被拼上？一方快很准，台下答题一条龙，如火如荼。这个荼是什么意思？荼是荼蘼嘛，是花。标准答案。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上尾，新闻上要插台关心，过了7月就是普渡拜拜上界闹热的祭典，其中一项祭典，这就是嘉义民众大事野祭，会当讲是规台湾7月上界特别的一项宗教大代志。当年拢成超过20万人来参加，那是祈求国泰民安，嘛是为着要拜好兄弟啊。今年庙方工作人员特别规划一个科技普渡，要是民众假使若是无度亲身来到现场，会当伫咧网络参加。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台湾为了面对这些灾害的防救跟减灾，